这时阵是爱唱下天，哦，不是热天哦。哦，再一下，咱来唱第10节的时阵，第一句人拉下天，好，咱来做伙唱第10节。
礼拜要开始，请会友将你的手机关机，还是关成叮当。走吧。我虽然袂感觉家己有唔对，却也袂使因为安尼真做伊，但判断乃是我的主，所以时候未到，啥物拢莫论断，志谈出来，伊要照出暗中的稳情，迄闽人心的意念，一时个人要对神遐得到称赞。伊是来用信息71首，我心乌鲁志愿唱的。我心乌鲁志愿唱的，请记录音专辑。
咱犹原起来，因主导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坐。这是来掀开启语文，启语文第二篇，也是诗篇第2篇。列邦写书宣化，世上的君王听起来，被弟弟耶和华。讲，咱会切断伊的捆绑，坐伫天顶的八柱。迄时，伊要伫伊的手臂中来对伊讲：主讲，我已经设立我的王，我要传信旨。你是我的囝。你求我，我就将地方，互你做家业。你要用器怪拍破伊，但恁帝王用智慧，要用敬畏耶和华。要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要用嘴亲信囝，因为伊的手气要紧紧发出。这是咱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向恁求托，阮将阮的意念、计划。甲面前的道路完全拢交互你，恳求你成为阮的主，伫今仔日完全掌管阮的性命。天父上帝，让阮今仔日拥有完全的平安，远离犯罪，免因我的罪来得罪你，请赐阮力量来抵挡邪恶甲诱惑。主啊，由你赐阮智慧。只讲造就人的好话，让我今仔日也对别人讲，充满启迪、鼓舞的回忆，为启发、提升、启发别人的言语，为尊荣而受信命。主啊，我也为着今仔日世界和平来祈祷，会因为战争还是战争的谣言传播，甲人的冲突而产生心烦意乱，而是要因为信仰来坚定咱的信心。要确实知影讲，耶稣会使完全赢过遮个世间的事，我也能执行。主啊，最后我也将今年的圣诞节活动拢交托为主。12月12号爱有线的福音茶会，22月23号圣诞村的诗集，我也期待遮个活动会使有本我甲社区的义理，让教会以及社区连加做一个共同体，让社区甚至整个南口拢会使变成新的子民，变成新的国度，也主来宣传阮所做，也
主来，因为阮错做，会使来医疗新的名。这是咱以主祷文来祈祷。再来读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4章9节，《哥林多前书》4章9节。因我在想，上帝有安置遮个使徒伫尾流，亲像已死个犯人，因为犯变做一个罪，互世间、互甲天使、甲人看。这是来请圣歌队来赞美。
讲到咱请罗坤、罗公公、罗牧师，伊要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咱是一边的。大家平安。今仔日大家看到我徛伫遮，一定感觉奇怪，因为顶礼拜的聚会都毋是好我的吼。神老太忽然间我徛伫遮，请咱会记得爱为咱的牧者牧师的身体健康来祈祷，愿上帝帮咱，互伊身体勇健，会通有更较侪的服侍伫咱中间，咱三个拜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地，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爱我，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所以我已经备办好势，用我的心灵甲真实伫这个所在来敬拜儿女。愿这个上帝你圣化，我来敬拜，我的敬拜真正会通诚侪芳芳的祭司。透到主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我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准备这天讲天吼，会使讲较出名简单，因为拜五早起，才接到长老同我讲，爱我这个礼拜日来讲道。大圣当然，我今仔日有缘无？我本来是想讲，我10月到第5礼拜当歇。伊甲我讲了后吼，我想袂当提示，所以临时接收，临时准备。所以我用，咱是一边戏，伫这个所在甲咱三角来思考。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基督教的时阵。认为讲基督教会诚做一个新的宗教，毋是因为主耶稣的关系，因为主耶稣伫3年半的传道历过程中间，伊从来毋捌讲伊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而且伊所有的这个教师，拢是针对犹太人传统。在生活中间，伫信仰爱怎样来表达，爱按怎样来实现迄个真正的信仰生活。所以耶稣对伫律法有新的解释，毋是亲像犹太人因传统的迄种看法。所以迄学者认为讲，耶稣所传的道理。甲顺人咧，甲伊算做是一个无相款的宗教的时阵，伊犹原是属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哦。那亲像即个撒都该人，也是法利赛人，也是爱色尼人哦，因这是犹太教中间3个主要的宗派。所以因认为讲，耶稣的教师。就算做是一个新的宗派，伫这3个犹太传统宗派以外，一个新兴的宗派，所以毋是另外一个宗教哦，是伫这个宗教内面的另外一个分支。那像今仔日，咱咧讲基督教，基督教有新教、旧教，还有东正教。新教内面，哇，搁较侪无相款的宗派，亲像咱长老会，长老会嘛也各分解决宗长老会，甲咱长老会，所以因认为耶稣的教师，特别嘛是差不多是一款顶级安尼来讲。真正创立基督教的是保罗啦。相反，西方的学者因是安尼看法。就是讲，耶稣的教师，拢是对伫摩西律法的定心解说，所以并无跳脱这个摩西律法的教师以外。但是保罗就无共款，
因为保罗写13章的批信，就是咱有新约内面所看到保罗的批信。啊，伫即个批信中间，保罗有真侪新的观念，比如讲咱基督教上界强调的这三位一体这个观念，伊讲犹太教无即款观念啦，所以这个神学是保罗独创。另外还佫一个真要紧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嘛是保罗讲的，所以其他人并无安尼讲。所以，伫咧就这个保罗的这批信，发现讲，今仔日咱教会所有的这个神学观，差不多拢是对保罗13章批信中间伫个所在来建立起来一个系统。所以就是讲，保罗才是基督教真正的创始者。但是，保罗是毋是真正安尼想？其实毋是啊。保罗伊就是安怎呢？伊所有的福音信息，拢是对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若无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无保罗的教示。所以，按认真来看的时阵，保罗的教示其实伊是入基督的教示，是按照咱会通安尼讲。因为咱照保罗伊本身在讲起伊家己的这个信仰的时阵，伊讲安怎呢？伊讲伊是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纯血统就对啦。第二就是讲安怎呢？伊是迄个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所以伊做一个法利赛人，伊对于这个律法的重视程度比其他人搁较要紧。第三就是保罗，伊改变伊的观点，改变伊对信仰的看法，是对伫大马色的路上，伊看见主耶稣用大光来照，而且呼召伊来做外邦人的福音使者。真侪学者认为讲，保罗这种的讲法是一个神秘主义啊。咱知影，伊犹太教传统的教示中间，咱的圣经有提及的另外一个状态，叫做爱惜尼的这个状态。爱惜尼这个教门，因为因真强调个人信仰的体验，所以有人认为讲，伊就是旧约时代迄个神秘主义的这个现象。啊，若是安尼，保罗伊是一个法利赛人，伊甲爱惜尼派的观点根本就无相反，但是伊是安怎会讲起伊的这个神秘经验？原来这就是整个人生上界大的这个转变的一个契机。假使若无大马色路上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安尼保罗就假嘛是一个法利赛人的经学信啦。安尼一生可能会亲像真侪犹太这个先生同款，一世人就是来讲解这个律法，对于所有犹太百姓的这个生活要求。但是因为保罗有这个神秘主义的神秘经验，咱就讲伊神秘经验就是安怎？这毋是大家拢会当经验。所以咱每一个人无这款属灵经验的时阵，咱看这是正常。所以伊会通看见异象，也是讲会通受到异象影响的人，伫
伊即个学者的观点中间，拢认为迄是神秘主义。所以用安尼来看保罗的即个改变的时阵，就认为讲，伊是受即个神秘主义的影响，所以后来才创立基督教。当然讲这是保罗的即个西方学者对伊的研究的结论，但是若徛伫咱的信仰来看，其实毋是安尼。保罗伫传福音的经历中间，伊从来拢是高举基督，而且讲喏，除了基督以外，咱无别个主。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所有的教示，也是根据耶稣的教示；伊所有的观点，也是出自耶稣的即个启示。咱过去咧读册，咱咧听见一句话讲安怎？孔子先生，伊一世人有著作无？哦，安怎咧讲孔子先生讲伊叫做顺而不作？意思就是安怎？伊敢若讲顺啊尔啦，但是伊无特别写遐个文章。所以即个孔子先生所有的教示，拢是安怎？后来伊的学生伊也整理伊过去所讲的遐个话，甲伊表列出来。所以咱读咧《论语》的时阵，大概就是安尼。伊会使，这《论语》会使讲是孔子先生的根据啊。哦，伊对伫伊的即个学术的一寡讲法。所以咱看见保罗先生，伊对伫伊家己本身的即个改变，伊家己伫即个信仰中间的地位，伊安怎讲？伊讲我亲像迄个芦苇生的树道啦，哦，迄上尾啊的树道，所以自认家己是树道。而且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因为常常有这犹太人伫遐甲伊扰乱，所以伫伊的批信中间，就爱表达讲，伊即个使徒身份，毋是对人来的，是对伫耶稣的拣选，所以伊才诚做使徒的。换一句话来讲，要诚做使徒，毋是保罗先生伊的人生计划，是因为耶稣基督伫大马色，伫迄个所在呼召，伊无法度提示，所以才诚做使徒。所以当保罗传福音安尼久的时阵，伊对伫家己即款的生活有一个体会，就是咱早起所读即节的小经章。伊讲安怎？伊讲伊的人生哦，伊做使徒亲像一场戏。咱知影咱今仔日常常会看到戏，哦，不管你是对手机也好，还是对电视也好，你拢真容易看到这个演技，就是这个戏剧。所以咱可能对伫即个戏剧，感觉无啥物遗憾啊。毋过自古以来，有人安尼讲人生如戏，也是讲戏如人生，就倒边讲嘛会使哦。讲你若咧看戏的时阵，即个戏就是咧反映咱的人生啊。你若对家己来看的时阵，你的人生就若亲像咧演一出戏共款。所以不管你讲戏如人生，也是人生如戏，基本上咱拢毋是局外人，咱拢是局内人，伫即个局内面。咱知影演戏有安怎？演戏咱可能有想讲演戏每一出戏拢有主角，对无？有男主角，有女主角，有男配角，有女配角，
还佫有一寡路人甲、路人乙等等，起来，安尼才会食做一出字，无毋对。安尼讲的时阵，就表示讲啊，人有法度脱离人群来生活。伊的生活一定甲即个人群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就算一个路人甲，甲你嘛有关系，因为若无这个路人甲，他会当显出你这个角色存在的要紧。所以，咱每一个人无轻看家己，但是也无分别别人的存在。这就是伫迄个戏剧内面，戏通常拢有法嘛有编剧，对吧？因为若无编剧，你咧演啥你家己都毋知，所以戏剧就有一个编剧，嘛爱有导演，因为若无导演逐个乌白演，即出戏就袂好看。所以就有导演，咱就安尼来甲看的时阵，保罗伊就安怎？什么人是迄个编剧的？上帝嘛，对无？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咱要创啥，拢是上帝定着的，你走袂去啊。所以保罗伫即个使徒行传17章内面，伊伫雅典城也发表一篇震古烁今的迄个演讲，其中有一句话讲安怎？讲咱拢是上帝所生的，而且安怎呢？咱的生活顺流拢在伊，所以咱的存在若无上帝，咱就无伊啦，咱就无是存在。所以咱的存在是因为上帝，咱才存在。所以咧演戏的人若无编剧，这演戏的人就散进去啊，因根本就无法度演。所以咱认定编剧的是上帝。若导演呢？导演就是圣神啦。因为咱常常咧祈祷讲安怎，求圣神指示咱、引带咱，互咱知咱过来要做啥物，咱就通得到啥物款的帮助。人毋是天生会晓演戏，所以要食做一个演员，要安怎有好的导演来甲伊指导。包括你行路，伊一出戏剧内面每一个无相款的角色，伊出场的时阵，爱安怎行，爱行到一个方向，爱安怎面对迄个镜头，拢是即个导演在指导的呢。所以导演若发现讲啦，这演员演了无好势，伊会当改安怎，咔，对无？停来。所以咱人生的路程，其实嘛是讲圣神咧甲咱帮助。但是今仔日，我毋是咧甲咱探讨即个戏剧，是咧甲咱三角来探讨咱的信仰。保罗伊传福音，毋是真顺顺的，伊常常拄着阻挡，甚至常常拄着犹太人的挑战，拄着官方的挑战，所以伊传福音的过程，其实是爱战战兢兢的，惊人尿错，因为伊毋知影刷落去，伊要面对的是啥物，伊毋知影过来伊的造物中间有啥物款的风险，但是单单靠上帝，靠圣神的帮助，所以保罗伊也深刻来感受着伊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其实拢是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才会通成就一切。保罗伫拄仔咱所读的这节的经文中间头前的部分，伊安怎讲？伊讲上帝安置阮这个使徒伫伊，亲像已死的人，因为阮正做一件事，
甲天使较难看。伊伫即个所在咧讲，诚做一边戏的进程，伊讲啥物？亲像已死的人。啥话叫做已死的人？即句话其实是法庭上甲讲的话。法庭上安怎讲？就是宣判这个人是死刑，叫做已死。就是叫我们宣判死刑的这个人。保罗是安怎讲？伊诚做一件事，亲像这个已死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因为迄个竞技场内面，当然，咱即摆嘛会使讲，迄是一个剧院啦。今仔日咱若是到以色列去的时阵你嘛抑阁会通看到伫咧海边撒加利亚的所在，伊遐有一个剧场，拄伫海边，一般众生拄是面对迄个地中海。所以迄个位置还佫伫咧，这是就巴勒斯坦来讲。当然，你伫真正较早罗马统治过的所在，差不多拢会通看到即个竞技场，还是讲剧院当时即个剧院也是讲即个竞技场内面的重头戏、上重的戏是啥物？当然就是竞技啦。其实政治是咱在想的政治哪亲像是人甲人伫中间竞赛用伊的战术伊所受的即个军事的训练伫迄个所在彼此咧竞赛。但是咱知影初代教会真侪殉教者，因死的所在就是。这个竞技是安怎呢？因为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嘛，所以若掠着了后，就甲伊送去个竞技场。伫迄个所在，因爱甲遐罪犯，遐社会上作奸作恶，被判死刑的人，爱甲遐人伫迄个所在争斗。你知影？这判死刑的人，拢是穷凶极恶的人。基督徒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下入去到迄个竞技场中间，去甲因比赛这个武力的时阵，迄那是对手嘛。因为是安怎？送去互杀安尼嘛。就是送去互杀安尼。这是伫这个罗马帝国内面。非常盛行的一种，对伫遐个下层的百姓，也是对伫遐个罪犯落咧一个真大的迄个信仰的遐个所在。可能咱嘛捌伫电影迄个《三百壮士》内面，看见因伫遐竞赛中间，迄个王坐伫迄个大位。拢会安怎？彼岸的意思就是安怎？服死啦，服死安尼。所以咱会去看到伊看到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看见保罗咧描写伊的人生，讲伊的人生亲像一边戏，但是伫这个一边戏的头前。加一句讲，亲像已死的人，所以这边戏毋是安怎，毋是普通的娱乐戏嘛毋是啥物爱情的戏，毋是啥物社会剧，伊是一个安怎致命的所以送入遐就是爱死。真侪初代的基督徒拢是安尼来牺牲死。所以保罗咧讲即句话的时阵，伊抱着什么款的心情？伊讲：我亲像受已死的人，
意思就是，伊要时刻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个工作。今仔日，若互咱做选择，有人要选这款的工作去做，无啦。最近因为选总统的关系，还有中国的威胁，所以咱台湾的气氛，安尼，互人感觉真奇怪。迄个奇怪就是安怎？因为咱的政府认为讲，中国安尼咧甲咱威胁，咱要安怎样来保护咱家己？咱袂通靠美国，袂通靠日本，袂当靠这个北约的国家来甲咱帮助。连美国嘛甲咱讲，恁台湾要想办法，家己来装备家己。所以咱的政府就讲嘛，安尼这兵役，这枪员的服役的时间，爱来延长到1年。我这个兵役时阵是做3年的，迄个时阵做3年、做2年，无人有啥物意义啦。调定你就去做啊，2年欢欢喜喜，3年你嘛袂使唔甘愿，因为这是义务，所以你就是爱去做。后来因为政府体贴，讲台湾遐尼久长都无证书，看来以后嘛无啥物证书，所以就甲这个少年人服役的这个兵役，就甲伊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当然，这嘛毋是干那政府的意思，这立法议员嘛发挥真大的作用，所以就减少这个服役的时间。即摆要延长，大家就安怎开始有意见啦？讲民进党政府要甲咱送去到中国收者，所以咱的主题爱上正，爱上正的，还有可能的事。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这个伫咧这总统竞选的过程中间。反对的就提出一款的意见，讲袂使等，是安怎台湾的这少年人就爱上战场，就爱去死，是安怎政府一直在挑战中国，互中国安尼来甲咱威胁，所以政府爱调整脚步，爱干和解，爱干安怎就安怎，讲真侪即款的意见，当然这拢是政府。咱安怎想，会去想来就好。不过呢，要互咱知影就是，我讲这个，就是要来反映讲，当时保罗伊伫伊的这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伊知影讲这是一个真大的风险。无信耶稣无代志，信耶稣所受到的，就是真多迫害。这迫害。有可能外在，但是嘛有可能是内在，就是家己内部、教会内部彼此的这个争执。所以保罗常常伫传福音的中间，去互人安尼甲伊批评。咱想看觅，伊伫哥林多传福音的时阵，哥林多人就认为讲保罗生做野色啦，气貌不良，言语粗俗。保罗看法就确定，所以安尼你就知影讲，保罗伫哥林多传福音，伊拄着挑战偌大，伊压力偌大，所以伊永远伫这个哥林多的批信中间，直接就讲这个代志，讲伊做使徒传福音，亲像迄个已死的人，叫送到迄个竞技场。伊个所在每一日拢爱面对死的威胁。伊讲，伊所以安尼，伊并无道歉，而且伊欢喜面对。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恩即出去，毋
毋是要表示伊的伟大啊，毋是要表示伊的成就是安怎？伊演出去，因为有世间人要看，有天使在看，所以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信仰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毋是清清菜菜的问题，毋是你欢喜就来，毋欢喜就来，毋是安尼啊。伊是一个你爱真认真去面对这个信仰的时代。所以保罗用这个理性的人这款的观点来咧看伊所面对的这个福音事工。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生活，若甲保罗当时比起来，咱是好真多。保罗伊本地毋免安尼，照伊讲，伊是一个法利赛人。咱知影，伫第一世纪的时阵，法利赛人伫犹太人中间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那是行到等于人人尊敬的呢？迄是无法度撼动的一种社会高层的迄个地位，较有身份。因为人看到伊，就安怎称呼神仙两臂。今仔日刚才咱咧讲嘛，神仙哪有啥物了不起啊？但是咱来知影，伫第一世纪的时阵，做犹太人的先知，迄是何等崇高的一个身份。耶稣捌甲即个尼哥底母对话，耶稣讲：你做犹太人的先知，你敢毋知影这代志？安尼咱就知影讲，耶稣嘛看即个犹太人的先知，看做是一定的啦。其实耶稣本身嘛，互人称呼做rabbi，称呼做先知。伊到倒位嘛是受人尊敬，所以咱就通知影，保罗伊若照伊家己的人生规划，伊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伊的老师是啥物人？伊的老师是当时犹太公会的领袖，甲马列，这个人伫使徒行传内面，我有提起。这个人会使讲是犹太人中间神仙中的神仙啊，所以伊做这个人的学生，咱知影吼，古早人是真正安怎名师出高徒呢？这厉害的老师所教的学生，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嘛。所以若是安尼来讲，保罗会通安怎？也好好来享受人生，但是偏偏啊，伊伫这个大马色叫主甲伊呼召了后，伊整个人生大翻转。对伊个顺风顺水的境遇，忽然间变做安怎大风大浪，到倒位都是好险。但是保罗甘之如饴啊！咱做一个基督徒，伫这个世代，会使讲非常困难。咱无啥物性命威胁，但是咱安怎样来看咱的信仰？这是一个真要紧、真严肃。今仔日，假使咱若轻看咱的信仰，安尼咱就甲遐无信的人无差别。这款的情形。有啥物危机？最大的危机就是耶稣捌讲，伊讲安怎呢？当迄日，迄日就是末日啊！耶稣讲，当迄日的时阵，所有的人要伫主的面前分做两边。伊用山羊甲绵羊来做比喻。要甲山羊甲绵羊分开。所以，伫末日的时阵，人要亲像山羊、绵羊安尼分开，遐个不知足恶的人，算是山羊啦。
啊，主咧对遐个人讲安怎呢？讲恁遮做歹人离开我去。这个人其中竟然有三款人，有基督徒啦，有信主的人，若是信主的人，佫是安怎？可能是服侍福音事工的人呢。因为这个人会反映其中就一句话安尼讲：主啊，我竟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福音嘛。所以这个人是不是信主的人？无信主的人，无可能用主的名去医病，无可能用主的名赶鬼嘛，嘛无可能去传福音嘛。所以这个人的医病赶鬼传福音，表示安怎？因就是基督徒，而且是有可能是受上帝敬重的人。但是这个人耶稣讲喏，讲恁作恶做歹，离开我。所以安尼看起来，咱人生也是一出剧，一出戏。保罗伊要紧的是啥物？世间人咧看，天使在看，这个就是安怎活的见证，伊咧看咱，所以咱安怎样来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反省？这人做见证呢？做咧审判的时阵，这人会讲安怎？讲对，就是安尼。所以安尼咱就要谨慎养咧。咱做一个基督徒，就要谨慎咱的信仰。所以保罗伊讲过一段话啊，这段话通常咱拢伫迄个个别礼拜的时阵，就起来讲。就是安怎？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真歹走的路站，守着守的道理。当有主为我所为完全的听候我。所以保罗讲这段话，其实嘛，甲伊今仔日咧讲的这个一出戏有关系。因为古早人透过安尼来得到权力，所以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咱一定爱谨慎看待咱的信仰，唔通甲伊看做是普通的代志。因为真侪人讲啊，信仰嘛就是这个人生的一种迄个寄托。我甲你讲，绝对唔是寄托。你若寄托，你爱失败。信仰是咱人生应该爱去实践的代志，所以是实践咯，是实行出来。求主帮助咱用心伫咱信仰顶面，谨慎来面对咱每一日所爱做的这个属灵的工作。来主帮助咱。天父，我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对保罗先生身上看出，伊忠勤尽职，无辜负主你的呼召。虽然世间人对伊有真多的肯定，但是认为伊不过是基督上小的一个使徒。是主所拣选中间迄个上煞尾的主啊！伊即款的心志，互阮感觉真见笑。因为有时阵，阮有小可的成就，阮就掠做阮家己不得了。阮有小可会通做的工课，阮就认为讲，阮已经是非常的了不起，主啊，愿你赦免我，阮会通搁一遍反省阮家己，阮用什么款的态度，用什么款的心情来看阮的信仰，
愿主你互阮对即中间迄个智慧的心，会通采取正确的态度。愿天父上帝你帮助，安尼恳祈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时要来念信息314首 B， 信息314首 B， 零星洪波撩动无停，请起立演转手。请坐。报告，后军苏会林之云之事。这是咱的红线，咱请红线担当。
来报告。后就苏刚、苏辉、李志颖执事、苏平、蔡依婷老师、姚台、苏恒、杨佑佳、邵希佑同学、燕辉、谢玲玉姐妹、北人丫群、杨小文姐妹、燕西、信瓜堆、音控、一位大兄弟、台语成人主日学、赖鲁平执事。聚会人数一定奉献，请咱注意来观看。过来，本会消息。礼拜后下晡1点，调开幼稚园董事会。第二，后主日下晡1点，调开长执会。第三，圣诞节期间的活动，即马拢伫筹办当中。今年圣诞筹备同工的计划，有一样最重要，就是爱无限慈惠受关怀户被一般的福音茶会，咱请江慧理执事来补充报告。今日平安，今仔敢若天气较寒热吼，咱感谢主，互咱会当做伙来遮聚会，来甲大家报告，请 PPT 甲我放一下。有一个问题，毋知大家有想过无？就是上帝来叫咱招我们要做什么？那个 PPT 先帮我放一下。我来甲大家报告咱今年的圣诞活动，搁咱的爱无限。PPT 咱先放吼。变那么小，会放大。安尼怎看有？上帝为虾米要叫咱？上帝为虾米要叫咱来？大家有想对吗？这个娱乐弟兄你来没？娱乐弟兄来。下一页哈，你感觉上帝叫你来，敢是无代志吗？上帝救咱吼，我用国语哈这一段，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招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咱较水啦，不是讲咱做代志较好做，所以叫咱来哈，而是因为他的旨意跟恩典，他会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不要紧这个我们经典文字，咱家己再来看，好，下一页。那上帝叫我们来，一定有什么事嘛？他要叫我们去做什么？你来，你去做啥呢？上帝叫咱来，敢像我啥叫伊落来，无代志叫伊来创啥？一定要叫伊去做啥对吧？上帝要叫咱做啥？下一页。耶稣上天之前交代三项代志，他上天耶稣升天前下了3道圣礼。第一，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给他，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上帝一叫咱来，他拯救我们，叫我们来的时候，要叫你做什么事？就是这3点，都是一样的哈，叫我们去把他的圣灵传到地极。好，下一页。但是咱做，咱会当去来把他叫我们做的事情去完成。有一个咱讲爱去把他的名传扬到地极，到底要怎么办呢？像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仆人，他就很聪明，他说：“兄弟啊，拜托你给我好机会拜托你给我今天遇到一个好机会，遇见好机会。那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呢？下一页，咱的机会就是
圣诞节就是一个好机会，圣诞节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好，所以下面哈，那我们来看哦，我们每年圣诞节其实都做了很多事情。其实之前都一直每年我们都有做很多的事工。那我这边只有从2020年开始去plan哈，好像有点小哈。2020年我们有林口好幸福圣诞系列，那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开放教会，第一次办市集。那2021年的时候，我们有圣诞有爱园游会。那圣诞有爱园游会呢，我们是以我们教会小组是主人来摆设宴席，来招待款待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民众，款待出外人。然后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的携手爱无限，第一次做携手爱无限。那携手爱无限是什么呢？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然后在去年的爱无限的圣诞系列呢，我们就是用爱无限为主轴，来做一个公益性的圣诞活动。然后我们也邀请社区来参与我们整个圣诞活动。到今年呢，我们要做什么呢？今年我们是一个伯利恒的圣诞村，班格利家的圣诞村，圣诞就是耶稣诞生嘛。我们耶稣诞生的这个村，我们要让邀请社区的民众一起更多的增加我们的这个福音性的内容，在我们的这个圣诞村里面，然后也有专属爱无限的这个关怀事工。然后我们先来看后面下一页。这个是2020年的那时候的 DM，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快速我们让大家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做了什么事。再往下。那时候第一次开放教会，我们有做了第一次的市集。下一页。然后这个是很多社区的小朋友来做手作。这边快速没关系，这边都是我们的市集好，然后在那个2021年，我们那时候用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出摊位，然后就出食物摊位，然后来款待我们社区的民众。那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个园游会，然后也有晚会，是有那个圣诞剧。下一页。这个都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小组，他们有医生来现场问诊，这样。还有，这是小组。再下一页。然后也有晚会，然后我们也晚会给整个邀请社区民众来参加，都是爆棚的这样。那这个是市集当天的表演。那我们那一年第一次做携手爱无限，然后我们邀请这些爱无限的这个慈惠朋友，就是低收入的弱势家庭来到我们教会，来看我们演戏给他看，然后也来领物资这样子。那下一页。这个是我们教会大家会有特别奉献，然后特别去准备的，每一户的家庭都可以拿到一份的物资。那时候我们社区传道组这边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给他们。这边左边这边就是他们慈惠朋友，就是弱势家庭他们来看戏，然后从戏当中也是再一次感受到上帝的爱。下一页。那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又做了比较大的市集，我们把所有的节目集中在市集当中。那我们还封了前面的路封一小块路，也去申请路权这样。这个大家应该比较记忆犹新。那我们市集的收入，我们也都贡献给就是提拨的一部分给爱无限，关怀弱势这样。那时候有做画画比赛，然后下一页。然后我们也邀请社区的民众来写上你想跟上帝祷告的话，想跟天父祷告的话，这样，然后挂在圣诞树上。下一页。然后是也有手作的课程，很多小朋友就很喜欢做手作，都是社区的民众。下一页。然后市集，那时候外面有摆摊，里面也有，这些都是开放给社区民众来摆的。然后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艺人张文琪来做那个名人讲座，他的生命的见证，然后也有很多的节目。那我们节目
在去年呢，就是邀请了很多林口社区在地的团体，然后林口国小啊，然后丛林国中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社区爱林合唱团呐，好，然后很多的社区都有来表演这样。这边非洲鼓啊，那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这个圣诞剧。再下一页。那去年呢，我们的主轴是用爱无限为主轴。那这个是那时候我们爱无限的一个启动会议啊。那每个小组都来参加。下一页。好，然后去年每个小组就是去探访关怀这些弱势家庭，然后拿物资去给他们。好，下一页。再下来。好。然后在圣诞节当天、市集当天呢，也邀请他们来参加园游会。这个是他们来领，就是当天来领那个全年礼券，然后或是园游券的。好，下一页。好，那所以今年呢，其实我们前面几年，已经也一直在做，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从前年，社区传道这边邀请开始。携手爱无限邀请这些弱势家庭来到我们的教会开始做。那今年应该算是会是第3年。那我们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就是通常第一次见面可能没那么熟，对不对？第一次见面，然后第2次见面，有比较熟一点。第3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好朋友，就是有那种关系在。我们跟社区也是一样，我们第1年邀请他们进来，他们觉得哇，原来教会是这样。第2年就说哇，很棒哦，我又可以来参加。第3年的时候，很多的社区说，我今年还要再来，我要来摆摊啊，我要来参加手作。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我每年就是想要来，圣诞节就是要来这边来过圣诞这样。那我们今年的话，就是在12月2号会有感恩，就是会有那个爱无限的福音茶会。好，12月2号就是第一套会有一个爱无限的福音茶会。那12月23号会有市集。圣诞市集，然后是11点到下午4点，然后当天晚上我们有平安夜礼拜，然后12月24号礼拜天上午就有圣诞的赞美礼拜，就是很简单，但是我们要把它做到可以传福音这样。然后下一个，那什么是携手爱无限？因为刚刚有知道有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携手爱无限哈。携手爱无限就是是 TVBS 他们一个基金会 ，TVBS 的基金会他们发起的。那他发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奉献500，那就是他发起这样的，要帮助经济弱势，也要帮助教会复兴，然后领人信主。然后他让教会跟他们 TVBS 还有政府可以变成一个3股的绳子。他的政府是说，政府会提供低收入户的名单给我们，让我们去关怀。那因为政府他们有时候他们也关怀不到那么生命的关怀，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做到。那 TVBS 的部分，它是等于是他们基金会奉献，就是他们是教会这边我们假设我们一人奉献500，TVBS 他就会等同奉献500。那就有1000块，就可以帮助1户的家庭。他的帮助的方式是这样，他就会用1000块，就是给1000块的全年礼券，这样。可是我们一个人奉献500，他就会出500，那就有1000块，等于加倍嘛。那1000块就可以帮助1个家庭这样。好，那我们去年其实就做过了。那好，下一页没关系。那这是去年的时候，他们全台湾都在做这个爱无限，19爱无限，总共也做了23万7000户这样。那下一页，那林口的话有346户的低收入户，然后如果加上中低收入户有618户，这样看得到？林口的话就是总共有大概600户的中低收入户。那去年我们的奉献有奉献到200户，但是我们拿到的名单是，因为我们是周遭的，我们没有
拿到我们就是比较远的地方是林良堂他们去关怀，那我们拿到是我们附近的，那我们就拿到大概100户，100多户，但是我们实际上发出去大概100户这样，但是我们会有奉献到200，就是200户的这个奉献这样。那所以我们去年有剩下100户，我们今年会继续来关怀这样。哦，对，在刚刚讲的就是1户500，预列是加码500。好，然后区公所提供名单，然后那个我们就可以去来关怀这些低收入户的家庭。下一页。好，那我们今年呢，就是怎么来做关怀呢？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会用爱无限的福音茶会，哈。那爱无限的下一页，爱无限的福音茶会就是我们会先拿着物资去登门关怀这个低收入户。好，我们现在是请各小组一起来做这件事，就是各小组每个小组会拿到一份名单，那可能是5个人，可能是10个人这样子的一个低收入户，那我们就会带着物资跟邀请函去为他去拜访他，然后跟他聊天，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唱诗歌，带他一起唱诗歌。当然是看每一户的状况，然后邀请他来参加福音茶会。那福音茶会当天，我们是用音乐见证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有诗歌，然后会讲见证，就是我们会安排每个小组，可能会有1个人上台去跟他们讲，就是讲你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样子，然后也现场会有餐点。那他们来福音茶会的时候，同时他们可以领到1000块的礼券这样子。那我们爱无限的福音茶会的流程就是，2点到2点半报道，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2点开始我们有诗歌欢唱，然后生命见证分享，然后我们会演一个福音短剧，有一个短剧给他们看，然后牧师会有一个短讲跟呼召，然后再为他们做祝福，然后我们是用小圆桌在3楼，小圆桌，然后每一桌都会有同工陪伴他们这样，邀请他们的同工也陪伴他们参加这个福音茶会这样。那我们这个福音茶会不是只有给中低收入户的，就是不是只有去邀请他们而已，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邀请我们身边的朋友来参加，就是你身边你觉得他有想要认识神，或是你对他有感动，你想要传福音给他，你都可以来拿邀请卡来邀请他一起来参加这个茶会，来听音乐，来看短剧，来聊天，来听生命故事这样。下一页。这个是邀请卡，看不清楚，但我们等一下我会放一些邀请卡在后面，然后大家如果有想要邀请朋友的，可以来拿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邀请卡背面也有我们的圣诞节活动。下一页。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到他们家庭去邀请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带1包米跟那个面，那个是我们的邀请的伴手礼，面条。那这个是也是就是当有人奉献这样子一起来，就是有社区朋友奉献，这米是社区朋友奉献，然后他来福音茶会可以领钱的礼券，然后而且还可以领到一个安德烈的那个物资箱，这物资箱里面也是有很多物资啊，有肉松啊，然后也是有米啊，有面这样。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我们有圣诞节的市集，今年的一样是有市集哈，那我们一样是在白天11点到下午4点。好，下一页。那我们这次圣诞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会安排除了市集节目一样，我们会邀请比较多的社区的朋友一起来表演哈。那除了这跟往年一样的话，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耶稣诞生的故事设成关卡，设成几个活动关，然后邀请这些社区朋友来走关，来认识耶稣诞生，而且认识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好，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市集，在食物的部分一样是，我
们会请我们的各小组来预备，来款待这样子，各小组来出摊位，来当做是一个爱宴，但是也是会有原油券，用原油券去买卖，但是我们小组出摊的就会很调度实在这样，然后一样有手作课程。好，下一页，市集是一样，再下一个，下一个。好，这个圣诞故事的走观，这是我们今年的市集的重点，就是社区的民众来之后，他就是我们会给他我们设计的活动，让他去，例如说他第一关先去东方三博士那里，然后去了解这东方博士他们那时候做了什么事这样子，然后再到下一关是牧羊人那边牧羊人就是有在牧羊的时候也听到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这样，然后天使到家里的关卡，然后后来来到马槽，才认识说原来圣诞节就是耶稣诞生这样子，然后再来呢，我们会有一关就是类似福音解签，我们让他来拿那个天父的话的卡片，然后天父要对他说的话，他看了，然后如果他需要关怀，我们也会安排关怀的同工来在这关卡可以陪他聊天这样，然后他拿完天父的话之后，再换他写上他想对天父说的话，那再挂到圣诞树上，然后他就完成这个走关，然后就可以从圣诞树下面拿到一份小礼物这样子。这是今年比较特别的地方，让社区民众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耶稣诞生？为什么圣诞节？为什么耶稣要诞生在我们当中？然后，食物的摊位的部分就是邀请小组。那因为我们前年也是各小组来出摊位，那我们今年一样，我们想要各小组来出摊位，让各小组跟社区也更多的互动。然后我们来出摊位，然后用这个食物来款待我们的社区来到伯利恒圣诞村的旅客这样。好，下一页，然后也一样有手作，下一页，然后平安夜礼拜，然后再来下一页就是我们的赞美礼拜这样。这是今年整个活动，那重点就是我们的前面的那个爱无限，然后去邀请我们身边的人来参加那个福音茶会。好，那所以我们在福音茶会那天可以领到全年领这1000块。那我们希望圣诞节那天市集我们也邀请他来领1000块。所以我们除了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要给他们那个1000块全年礼券，所以我们这边有请大家可以一起关心奉献，就是你只要奉献500块，就是可以关心一户这样，一人认领一户这样。那以上的说明，因为比较长，后面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好，继续报告。第4点，中正的管理为了要帮咱兄弟姊妹找到对的方法来明白神的话，定伫个12月12号下晡1点半到4点，规划研习课程，归纳式的灵修读经课程，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第5，教会即摆有举办做电脑课题的这个招待桌的，就是我的价格，那有需要的会使摕起来使用。第6，澳洲信徒培育班即摆课程进度已经到丰盛生命第10章啊。第7，教会今年的圣诞系列活动12月2号，伫下晡2点到5点有爱无限的福音茶会。18号拜日有在打击乐晚上，伫下按时8点到9点，打击乐社区打击乐音乐会。23号下晡早起11点到下晡4点有圣诞村市集。伫个按时7点到8点有平安夜的礼拜。24号拜日有这圣诞赞美礼拜。关怀大道，伫个厝疗养的兄弟有小魔术、秦天才、杨玉珠、郑明霞、罗金丁、李米珠、徐建廷、苏绵宇、翁明达、曾文德、姚卫新以及马来金。大营林建志、李希明，以及白许秀英、林长青，还有洪本长弟兄的母亲。红莲报告嘛，请咱大家
来主题观看。本周金句哦，哥林多前书信经高涨，哥林多前书信经高涨，咱做伙来读两摆。这是来上面507首，507首，应该是非常，请去印专首。永世代母亲。请坐。一起来合照。咱合照刷了后，才叫平安礼。大家平安礼。我以为你会帮我请啊？
拜。